这保罗才佫讲啊，神要叫世间人来寻求真神啦。我着要创啥？要找神啊。咱普通人伫讲找根啦，寻根啦，其实天顶的神咱好好去甲想神所做的万物拢甲咱讲伊的存在。若无天顶的神，今日你看日头办啊停在这个半空中直直运转，袂离开伊的轨道，袂去甲别的星球这相弄，袂爆炸，佫会存留到今日所以一切拢是天顶这位神做法的奇妙啦。所以这保罗安尼讲，其实天顶的神离咱每一个人无外，因为天顶的神就是看袂到的这灵敢若空气咱看袂到，咱数会到所以咱就知影讲，咱今日会当喘气，就是有天顶的神做空气，互咱在喘气。天顶的神的灵。厝边隔壁大家好，谈天说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又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现在阮所进行的单元是阿公来开讲，咱即摆依然请大英团队伫咱节目中间为咱来讲解谚语，咱请大团队甲咱空中朋友拍一下招呼一下。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真感谢咱大团队我今日要甲伊问几句这个谚语互咱做一个参考一下我先来问大团队一句谚语讲天饲人肥卒卒，人饲人一支骨，这什么意思啊？天饲人肥卒卒，人饲人一支骨天就是指着天顶的神啦咱知影这个天理就是一大为天第一大就是天顶的神天顶的神做天地万物，拢是要养活咱人类的所以神若要饲人人拢会当肥卒卒意思就是讲，神若要赏赐丰年互咱咱自然会当生活得真好势家庭用拢无亏欠设使神若无要养活咱咱人若做歹代志神无欢喜哇饥荒来咯天歪落雨看饥荒若饥荒到看你人偌努力偌打拼，嘛是无办法生活啦活袂落去啦是无通我食啦，毋是死就是3比8，对无所以人的努力无一定会成功一定要配合天顶的神赐予咱的福气咱才会当活得真好势咱若互咱想到讲这个有当时咱伫生活中体会到这个代志，参如讲有诶好野人囡仔怀生济敢若生一个啦读册直直读补习直直补补药直直食愈食愈补这3屁屁咧所以人饲人变做一支骨咧你有钱你甲饲营养品你甲悬也是3屁屁3比8皮包骨皮大包但是咱当时感觉讲迄有诶善良人你一罐敢若肉粽你8个10个安尼人因凊彩拢食青菜，甚至去市场捡迄个菜叶凊彩安尼炒煮的互囡仔食，嘛是真好看呢。食到咧肥肥好看所以真用劲这句话实在真奇妙天饲人肥卒卒，人饲人一支骨在这个圣经内面记载一个故事咱顺便讲互咱听古早有一个传道人叫做保罗迄阵早1900多年前。有一摆伊来到这个希腊国的这个雅典城这雅典城上文明你知但是文明人
却有做一样代志，就是讲，这个保罗发现着讲满城哦，拢是人的手所做的这偶像，都在哭哭拜啦。嘿，哇，迄阵保罗感觉讲人都遐尼巧哦，哪会做这个代志？所以伊就徛在一个广场的顶面哦，向所有的这在座的这雅典人来演讲，讲我看哦，咱作为雅典人哦。咱大家实在拢真虔诚真敬畏鬼神这个虔诚的心是真好啦是。不过我咧游行的时阵发现看到就是讲，咱所敬拜我看到一座大顶面写着讲无人捌的神啦。奇怪咱都无人捌伊叫我敬拜，安尼咱毋知有巧啊无咱现在来想看卖创造宇宙。甲创造其中的万米的天顶的真神，伊既然是天地的主宰，就无带人的手所做这个所起的这个典物묘事内面天顶的神免用人的手甲服侍啥物伊都做万米互咱用伊哪有欠着啥物？你通嘛无客欠对啊。所以保罗才甲因讲讲天顶的神家己颠倒将生命馈赐万米，拢赐予世间的万人。所以咱会当有生命活到今日，这嘛天顶就是神予咱的咱的喘气嘛是神予咱喘气咱有万米会当生活这嘛神予咱的所以这个保罗才讲天顶的神为一个本源做出天下万族的人。今日咱知影讲超过60亿以上的人口要活在世间世间有100个国家呢迄种族佫算袂了并且预先定准这个世间人的年限甲所大的疆界所以咱人咱有一句话讲未经自生就生自死这句话就是讲到讲咱人的生命毋是伫家己手中是天顶这位神互咱活偌久就偌久所以你还未出世以前早就甲你定好势，你活在世间会当活偌久你的年限神早就预定好势你所大的疆界就是讲你活着日子行大的所在或者咱只有住这个台湾岛或者咱有机会去环游世界或者咱只有住咱的故乡这小小的所在活落去嘛无一定拢是神早就甲咱定好势这保罗才佫讲神要叫世间人来寻求真神我着要创啥？要找神咱普通人咧讲找根寻根其实天顶的神咱好好去甲想神所做的万米拢甲咱讲伊的存在。若无天顶的神，今日你看日头班停在这个半空中直直运转，未离开伊的轨道，未去甲别的星球这相撞，未爆炸，佫会存留到今日所以一切拢是天顶这位神做法的奇妙啦。所以这保罗安尼讲其实天顶的神离咱每一个人无远。因为天顶的神就是看袂到的这灵敢若空气咱看袂到，咱嗅会到所以咱就知影讲，咱今日会当喘气，就是有天顶的神做空气，互咱在喘气。天顶的神的灵嘛运行住在这个宇宙的中间，所以离咱无远远。所以这保罗继续讲咱的生活、动作、存留，拢在乎天顶这位神。咱今日会当好好活落去，一天过一天才有穿有用的咱会当一支镜头顶动，目睭会开，有一个动作有当时我去闪跳，我才知影讲这实在有够可怜闪跳连咱咧倒面真正要冰冰就困难要骑佫较难你才知影讲这动作在神手中，神也要互咱活跳跳咱行东往西就真方便的天顶的神相关咱的尊所以你要活还佫要活落去，是你爱需要离开这个世间，神早就甲你定好势所以有人咧做事安尼讲讲咱也是天顶的神所生的啦。神既然生咱就应该拜这位神思念这位神，互咱的恩典才对对但是世间有的人将天顶的神当作人用这个手艺啦
也是讲人的心思啦，吼，去甲雕刻的金银石，吼，这种物质的物件。啊，天顶的神遐尼伟大做万美，啊，人甲当做这个看会到、摸会到的这个有形质的这物件安，啊，这搁你甲拜。保罗就是看到这样代志哦，心内真艰苦、真着急，而且甲这个当时的这希腊的文化城雅典人讲咱即马毋通过安尼啊啦，咱应该拜的是造天地万物这位真神吼，吹风落雨出日头这位神，咱毋通去敬拜迄个人的手所做的偶像吼。啊，所以互咱思想讲，天饲人肥出出，啊，人饲人一支骨吼，啊，天顶的真神遮尔疼世间人。互咱养活咱，互咱今日当活落去，对，吼，啊，咱应该感谢伊，敬拜伊，吼，安尼毋则对，吼，咱毋通去拜迄个毋是真神的偶像，啊，这是咱对圣经会当查考了解的。是。每一天透早的时阵，我祈祷我的心。我的主，我感谢你，有了你，有了你，每一天透早的时，我祈祷我的心，恳求你看顾。一天的生活，你的手引带我，你的灵感动我，你的爱包掩我，因为你是我的主。每一天黑暗的时阵，我祈祷我的心，感谢你赐予我一天的平安。每一天黑暗的时，我感谢我的心，恳求你告诉